理是安怎呢？迄阵原来安排的讲员得到新冠肺炎，临时通知讲歹势，我袂当来。迄是咱台南台南的一个牧者要来。所以呢，我想讲安尼，今仔日院长专工来补丁旧年的就对啦，2档做伙来甲咱请安院长专工伫昨暗就落来来伫遮要甲咱分享主的话，咪来报告咱台湾新人医台湾新人医毋知有人有捌去过足水的所在是台北阳明山的前山的所在，真水。第二是讲咱的蔡院长哇。是女的院长，佫少年的院长，实在是足无简单。咱要通过伊来甲咱分享主题。伊个主题叫做 The Stories Keep Going。咱普通是较少即个英文的主题啦咱到底即个意思是啥物咱互蔡牧师来甲咱分享。咱拍拍来欢迎伊，拍拍来欢迎，多谢。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哇，实在是我第一摆来富强教会，昨晚就到，一早起来到遮参加礼拜时，看到这间教会充满活力甲生命力、信心的同在，是足欢喜。今仔日是台湾新汉语纪念主日，我要代表全体师生，搁一摆来咱的兄弟姊妹献上阮上深的感谢，多谢恁过去遮尔侪年来。对咱的新学院的支持大道甲奉献，今仔日会当来到遮，甲咱三家敬拜上帝，我意爱嘛是用上帝话甲咱三家来分享。伫未开始之前，请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阮是何等的福气，伫万人的中间，你敬赏阮诚做你的囝儿女，互阮会当得到福音的拯救。主，阮今日坐伫遮，伫你神的主日，阮真像玛利亚共款，坐伫耶稣的脚前。主，阮意爱要听你对阮讲话，因为主，阮相信，读你的话是阮头前的光，会当光照阮伫这黑暗的中间，互阮知怎样来跟你来行。这是阮恳求上帝。信心做工伫阮的中间，互阮有一个受教的心，也信心开阮的心目。当你的话语进入伫阮的心的时，互阮会当晓悟，不但晓悟，也有气力来回应上帝你的话。愿信心自由运行伫阮的中间，互讲的甲听的平平伫你的稳定的灵命的面，会当得到信心的引带。安尼祈祷袂坎伫。是奉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台湾新学院其实今年已经建立伫151年，会当讲是一间历史真长的、真久的一间新学院。去年对阮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一年，就是阮纪念阮的第一任的院长马偕牧师。一般称伊做马偕博士来北部宣教150周年。我想你若是长老教会出世，你就知长老教会来台湾宣教，其实是对南部开始。伫南部真重要的就是马雅各医师，伫北部就是马偕博士。这是去年的相片，阮伫台北的和平篮球场。所有北台北部的教会组织伫遮举办足大的庆典，甚至咱的总统蔡英文总统嘛伫遐中间会当感谢教会伫即块土地150年来对台湾即个岛屿的贡献。总是你有感受到无？时间得过足紧哦，咱已经来到2023年，佫无偌久，今年就要过去。就亲像拄啊，咱伫启英文念的即节的经文安怎讲？人生亲像伫飞，一目念久就过去啊。有时我感觉服侍主的时间实在是真紧就过去。今年2023年，对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来讲，咱搁2年就要来庆祝福音来到台湾160周年啊！
当我去看恁的历史的时，恁的富强教会今年是设教47年。我相信恁开始嘛伫筹备，阁无偌久，恁就要庆祝50禧年即个真大的日子。当咱今仔日坐伫遐的时，一年就要过去，要来迎接新的一年的时，我想你我的心拢足想要知，阁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故事会怎样写？我嘛真好奇，富强教会阁来这几年，恁要怎样来写这个故事，来庆祝50禧年呢？除了教会的历史甲故事，互咱感觉真好奇。我想无一个时间，亲像今仔日咱坐伫遮，诚做台湾人，咱对台湾未来的发展，咱不只是关心，咱甚至是会烦恼啊！咱嘛要问，这如果就是咱富强教会的历史，这如果就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历史，如果这就是咱台湾的历史，安尼接续这个故事会怎样发展啊？检采咱甚至嘛，就想要知故事最后的结局到底会怎样？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是对使徒行传来。使徒行传伫新约圣经中间是一本真重要的册，因为伊记载了主耶稣基督过我上天了后的故事。换句话讲，就是初代教会的故事。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真短，只有短2节。伊安尼讲，伊讲保罗踮伫家己的厝足足2年久，来访问的人，伊拢甲伊接待，伊好大宣扬上帝国的信息，佮假使关系主耶稣基督的事，拢无受阻挡。这短2节，事实上就是使徒行传故事的结局啦，足短。我毋知各位，当你读到这款故事的结局的时，你有啥物款的感想？检采咱在座有人会感觉讲，你对这种故事的结束有淡薄失望啊？为什么？伊甲咱上细汉所读的童话故事就无共啊！伊无一个圆满的结束，你有发现无？毋是从此以后安怎？王子与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无呢，男主角保罗既然现在是受关伫罗马的监狱的中间，伊毋是一个圆满的故事的结局啊！不但安尼，当你读这款的故事的结束的时，我想你是毋是感觉同款？总是感觉故事无讲煞，有无？因为咱就想要知保罗后来怎样？伊最后是受到罗马政府的审判，还是保罗后来受讨放得到自由？那么就想要知，保罗还阁有其他读福音报道的机会啊无？还是伊后来就死伫监狱的中间受处刑来死呀？使徒行传的作者拢无甲咱讲这个，所以你若读这本册读到最后的时，伊留互咱最的疑问甲好奇啊！也因为安尼，有人讲《使徒行传》是一本安怎未完成的册啦。安尼，咱要问的是，为什么《使徒行传》故事讲到这就结束？你有想过无？为什么故事安尼就来结束？因为故事的重点已经出来，敢毋是嘛？咱若回想伫这本册第1章，作者伊安怎甲咱讲？伫第1章，伊讲过我的主要上天之前，伊对伊的门徒安怎讲？伊讲别因家己的权柄所决定的时间甲机会，毋是恁通知的。总是当信心临到恁的时，恁就要得到快乐。伫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干净啊！话主过讲，这本故事册一开始，作者就甲咱讲，故事的重点是啥物？伊要甲咱讲，
耶稣基督的福音怎样伫信心领教的时，对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啊！即马保罗伫对，保罗伫罗马，罗马是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当时的人犹太人认为讲世界上远的所在就是罗马，就是所谓的地极啊！安尼讲的时，换句话讲，故事的重点毋是保罗，嘛毋是彼得，故事的重点是上帝的作为啊！使徒行传的作者写故事写到最后的时，伊用一个字足趣味啊！这个字伫咱的中文翻译是“没有人禁止”五个字，其实伫原本的中间只有一个字，伊是一个副词吼。若是较完整的翻译是安尼：传讲上帝国、教导关系主要所基督的事，带着所有的勇敢安怎，拢无人禁伊。也是讲，拢无受阻挡。这个字足特别，因为伫整个新约的中间，只有出现一解，就是伫遮。安尼，咱要问的是，《使徒行传》的作者，故事写到最后，选择这个字，成做整个故事的结论。安尼，伊要表达的到底是啥物呢？拢无受阻挡。这是咧表示，虽望保罗现处时是一个犯人啊，吼，虽望人会当来探访伊，毋过你毋通想讲犯人足自由无呢？保罗双脚是带铁链啊，在人看保罗是一个足无自由的人，毋过你读故事读到最后，你发现保罗的心是足自由，无受阻挡。这若换做咱，你想看觅咱会安怎？咱有可能坐伫遐埋怨上帝、埋怨人、埋怨天、埋怨地，公主啊！我为着你的福音，将你大发热心，结果最后的下场居然这样。各位，有时咱伫教会服侍的人，就亲像拄仔咱会即事的见证，咱服侍主的人，咱嘛会拄着恶担当的事，咱嘛会破病。咱嘛会失业，咱嘛会拄着多的挑战欠事。有时咱服侍主无服侍，无道理，颠倒较快活。愈信主愈服侍，拄着遮恶担当的时，甚至伫教会服侍，用一句台话语讲，做甲流汗，互人嫌甲流烂。莫做拢无代志，愈做愈艰苦。有时若拄着恶担当的时，咱会讲主啊，煞煞去啊！遮尔做遮多，到后来我的下场居然是这样。你想保罗会人起笑袂？的确会啦。讲哇，你一世人安尼传福音，去做遮尔多教会，引带人遮尔多人信主，最后竟然受关伫监狱的中间。面对人的起笑，有时咱嘛感觉真无面子，敢毋是？讲啊，主啊！安尼就无见证。保罗怎样讲？无怪保罗会讲，我无掠福音做见效，我无掠福音做见效，因为福音就是上帝的挂开，来要救一切信伊的。上看到保罗双脚是带铁链，总是伊的心无受捆绑啦。这个字。拢无受阻挡，伊个啊是要宣告啥物？宣告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确会得胜。这就是咱咧读使徒行传，伊互咱看见证，敢毋是？你回想你读使徒行传，你看到啥物？咱看到是教会受迫害，至到安怎信徒只好四散，信徒四散受迫害。结果安怎？福音愈广传啊！你有听到我的重点无？教会愈受迫害，信徒愈四散，信徒四散出去，福音愈广传，福音愈广传，教会愈受迫害，教会愈受迫害，福音愈广传。各位兄弟姊妹，
这是咱咧读《使徒行传》，咱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甲这个世界价值观足无共。我会当讲，当教会要开始传福音的时，听讲你已经伫做幸福小组，我会当保证，愈要传，咱面对的属灵的真正的愈大，总是毋免惊。使徒行传的作者写到最后，用这个字，会当讲将整个的使徒行传做一个上好的注解啊，拢无受阻挡。什么无受阻挡？福音无受阻挡，无人会当禁闭。所以各位兄弟姊妹，读到这款故事的结局，是会带予咱足大的愿望啊！安尼我安怎讲？伊予咱看到咱的上帝是一位信实的上帝。上帝说到做到，吼，毋是亲像即摆这政治人物哦，起起落落讲白菜啦。上帝安怎应允，上帝就做到。不但安尼，这款故事的结局嘛，予咱看到啥物？伊予咱搁一摆确信啥物？迄个伫咱内面的是比这个世界搁较大，甚至大过这个世界的政权呐。罗马政府会加入袂当捆绑上帝的作为，罗马政府会加入袂当捆绑保罗想要传福音的心志。我想这是当时初代教会因足需要听到的福音嘛。你知当时这个使徒行传伫写的时，教会是怎样教会？受到罗马帝国统治是人的实面对啊！活伫惊吓的中间，教会是足弱小，教会要人传福音，就爱受迫害。所以初代教会听到这款故事的结局的时，因是足需要听这款的福音嘛。总是我嘛亲身感受到，这嘛是今仔日伫台湾，真做台湾的基督徒、台湾的教会，咱足需要搁一摆听到福音。台湾久长以来拢受到外来政权的威胁，台湾人一直活伫惊吓的中间。教会福音传到台湾已经要160年，总是基督徒比如偌济，你敢知？无到5%啊！传福音足困难，福音来到这要160年。信主的人无到5%，我相信恁开始伫做幸福小组，恁有感受到，咱足拍拼辛苦的亚子，总是要修挂、要修行，无遐尼简单啊！来到教会人无拄，伊马上会当来接受这款福音，检视。所以这嘛是今仔日台湾的教会、台湾的信徒，你我，咱搁一摆需要听到这款的福音。这款的福音带予咱愿望，这款的福音嘛，搁一摆要邀请咱啥物？都爱牵条上帝的应允，相信咱上帝是一位大观念的上帝。伫真艰难的中间，勇敢回应上帝的呼召，唔通失志，唔通软志。这个呼召是啥物？就爱完成上帝交托予咱的使命，就是勇敢宣扬上帝国，教导人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事，因为上帝的权能拢无受阻挡。是《使徒行传》是一本未完成的册，因为只要信心继续做工，这本册故事永远袂结束。伊还阁有29章、30章、31章、32章的，一直写落去啦。保罗迄章的故事结束啦，总是2000年的教会，足侪基督徒伫无共款的时代，拢继续伫用因的性命伫写《使徒行传》的故事，嘛包括我今日要甲咱分享的马偕博士。马偕博士是加拿大长老教会第一位派来海外的宣教师啊！我拄仔讲过，去年是庆祝马偕宣教150年。我的母会是淡水教会啊，
就是马偕伫北部第一间起造的教会。我上细汉伫教会中大，常常听马偕的故事。阮即卖牧师就是恁的郑俊豪牧师，是我母系牧师。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心愿，来到神学院教册，即卖担任院长。我一个心愿就是要去马偕的故乡去行一转。去年我就暑假我去，这是我第一摆去加拿大，就是去看马偕的故乡。马偕出世一个最偏僻的所在，好小的乡村叫佐拉乡。这是马偕东段的所在。即马主人已经换人，毋是马偕的后代，总是伫门口有放一个纪念碑，写讲马偕捌住伫遮。当我行伫遐的时候，我实在是一直伫想啊，一个马偕的父母拢是做田人，家境毋是足好，毋是真有背景的人。当我行伫即个田中的时，我足讶异21世纪的今仔日，依然是鸟不生蛋的地方啊！所以你会当想象19世纪的时是搁较偏僻。当我行伫遐的时，我讲一个农村囡仔哪会遮勇敢啊？离开伊的故乡，来到台湾啊，宣教，是虾米款的气力，互一个农村囡仔遮尔勇敢？我嘛去拜访马偕就细汉长大的母会，当初叫老母有教会，这间教会已经搬去市区较闹热的所在，总是因藏一个模型伫遮，讲这间就是当初旧的教会啊。我嘛去这个火车站，这个火车站已经无咧用，总是真有历史意义。为什么？1871年10月19日，马偕只有27岁啊。伫遮已经对神学院毕业1年外，伫遮告别伊的父母、伊的厝的亲人，准备坐火车到芝加哥，坐船要来台湾啊！每一摆我有咧读传记作家伫写即个火车站的故事，拢互我足感动。伊讲着讲，迄天每一个人的心拢足震动，为什么？因为伊知马偕即摆分开了后，毋知影什么时阵阁会看到伊啊，甚至会阁看到伊袂，无人会把握。19世纪坐船旅行是足侪危险啊！传记作家安怎讲？伊讲火车已经来，时间已经到，火车就要开啊！总是火车站的站长看到马偕的父母毋敢揽啊吼，不忍心讲赶马偕紧去坐火车。2礼拜了后，马偕所坐的船来到美国的旧金山。有一天，伊徛伫船顶，看到浩瀚的太平洋，伊心内足想伊的父母啊。伊伫遐就开始问家己足侪问题。伊讲：我敢永远拢无法度阁转去我的故乡看我的父母嘛？伊问讲：我遮少年，27岁，去到一个毋捌去过的国家，我敢会当面对头前遮的可怕的考验嘛？伊问到最后，问一个足重要的问题啊！伊最后问讲：我今仔日即个决定，敢是一个错误啊？总是当伊安尼问的时，伊嘛想着讲，伫亚洲，伫海洋的另外一边，迄个黑暗的世界，也阁有遐尼多的人毋捌听过福音的好消息啦。2个月了后，马偕坐船来到台湾。事实上，来到台湾毋是当初伊的计划，伊本来是计划要去印度做宣教师，总是上帝带伊来台湾。伊伫个日记安怎写？伊讲：假亲像一个无形的线，一路一路牵我到即个美丽的岛佛摩萨去啊！1872年，马偕来到淡水，开始伊伫北部宣教的工作。宣教足辛苦，马偕承认讲，即个辛苦是伊当初离开加拿大时，伊永远无受到的。安怎辛苦？几落摆蛤蟆死，着马拉利亚，也是讲去宣教，互人弹石头，互人破屎。马偕不但互人受攻击，
其实初代伫台湾教会的信徒，为着要信耶稣，嘛受到迫害，你敢知？各位，今仔日咱会当坐伫遮，伫主日礼拜，咱会当真平安坐伫遮敬拜上帝。足侪台湾人基督徒，特别是长老教会信徒，毋知影讲初代教会的信徒为着要信耶稣，就爱受人侮辱、詆谧，甚至有人因为安尼来顺道来死呢。不但安尼，伫侵华战争的时，清朝政府怀疑讲，就是恁遮的教会基督徒，才会引起遐外国的军队来到台湾，所以开始做啥物？迫害教会，拆礼拜堂啊！各位。你敢知台湾嘛？经过讲，互人拆礼拜堂，咱即马听到拆礼拜堂，咱想讲是伫对岸中国教会才发生的代志，无呢？早期长老教会伫台湾的宣教历史是受迫害。我家己是台北中会，也是马街起做上最紧的教会，有几间啊教会，足大间的教会，拢当时礼拜堂互拆，艋舺教会。新店教会、上山教会，马街做啥物？互已经拆的礼拜堂的地基顶面，马街带伊的学生甲信徒勇敢唱讲：我认救主，无惊见笑。我认救主，无惊见笑。这首诗会当讲是每一摆马街带学生要去传福音的时，足惊。学生足惊，马街就要撞因的胆，就叫学生大声唱，唱了开始传福音嘛。礼拜堂放拆，因大声唱，愈大声，群众愈生气，摕石头弹因啊。马街怎样讲？伊讲，这种迫害的手段是对的想出来新的招数吗？伊讲无啦，过去甲即马拢是安尼。这个人会当推翻耶稣基督的国度吗？马街讲做袂到，无迄个气力，嘛袂成功。为什么？马街告别讲，天顶地下所有的权拢属于耶稣基督。阿妹吗？阿妹呐！哇！咱看到马街甲这个初代长老教会伫台湾的信徒。继续用因的生命伫写使徒行传的故事，就是勇敢传讲上帝的福音，拢无受他界啊！这位北邀仪，家己做的决定是毋是创校的少年传教师、宣教师，27岁来台湾，竟然最后伫台湾娶台湾某，死伫台湾，待伫台湾。宣教29年，起造60间的教会，带领3000人信主，甚至创办台湾神学院啊！马街一世人活无长，57岁安尼，会当讲是因材早逝啊！总是伫短无到30年伫台湾的宣教，伊所留予台湾历史。台湾教会是足大的贡献甲影响啊！马街要过身前6年，1895年，伊开始写伊的会议录。你若读这个会议录，读到最后一章的时，你会发现讲，读起来就敢你读《使徒行传》的故事的结局一样啊！伊最后是安怎写？伊讲：我故事写到才只写一半尔。这不过是一部分安尼。我今仔日明仔载拢无法度将这个故事讲完，真正的故事才要开始啊！英文是讲 The stories keep going。今仔日我的讲题就是对马街的会议录所得到的灵感。这个会议录当初是用英文写，伊讲故事才要开始，遐也未保全的部分就是上帝会册这本册。
中间也未有人读过啊。各位兄弟姊妹，马该迄章的故事结束，就亲像约翰福音讲的：一粒米若无伫土里死里，犹原是一粒；总是若是死，就要结出济济的果子啊。马该的接班人是谁？吴威廉牧师，嘛是加拿大人，因爱来台湾。你知影宣教师拢爱回国述职吼，爱转去母会去报告讲你伫海外宣教所做的事工。了马该什么时阵转去？1880年来到台湾8年了后才转去。加拿大母会一直讲爱转来，伊唔转去，你知为虾米？马该讲一句话，伊讲即摆叫我离开台湾，比我当初要离开加拿大搁较难啊！这表示虾米？已经把台湾当作伊的厝啦，当作伊的故乡啦，甘愿离开台湾，不忍心离开台湾，疼台湾到安尼。伊第一摆转去的时，吴威廉牧师坐伫下19岁青少年，听到马该的见证，足感动。19岁就立志讲，伊嘛要做宣教师啊。12年了后，拄啊结婚，31岁。就带伊拄啊结婚的牧师娘坐船，你知影因度蜜月是做啥？毋是去耍呢。拄啊结婚无偌久的度蜜月是坐船带牧师娘来台湾宣教，这是伊的度蜜月啦。吴威廉牧师同款，最后嘛死伫台湾，待伫台湾。今年是吴威廉牧师过身100周年啊！伫北部嘛有教会。伫纪念这位吴牧师对台湾教会的贡献。我今仔日有一个道具吼，这是咱伫大堆接力小时候的棒子吼。安尼我要继续来讲吼，你可能就想要知马该的舞会后来发生啥物代志吼？这个舞会其实伫伊马该中段的舞会是伫19世纪是足复兴。看到恁这间教会，我想了马该是当初伊的牧会的舞会牧师，伫伊牧会37年的中间，培养38位宣教师甲牧师啊。一间教会37年的牧会，培养38位的宣教师甲牧师，马该只不过是38位中间的一位啊尔。有一位退休的牧师捌安尼甲我讲，伊讲看一间教会有复兴无，看有偌侪人愿意献身读神学院。毋知咱的富强教会顶一摆，还是上最近一摆献身去读神学院是啥物时阵？哇，好，结束，老师要跟你谈谈话哈。我一直相信，这么复兴的教会一定有人要献身。这间教会我拄仔讲，对庄脚搬到市区较闹热的所在，因伫设教30年的时建堂起一间拜堂有够水吼！我去年去看的时，这就足比恁这间较大2楼。当初因建堂的时是教会足复兴，这间拜堂会当坐500-600人啊！你就会当知影讲，当初因的意向是啥物？哇，足大间吼！啊，你也看到当时的教会献堂的时有够水吼！迄款工匠之美，你种想象讲，这间拜堂大部分拢是做餐人，总是去一间拜堂遮水，你会当想象的是啥物？所有的会友尽摒所有上好的要来奉献给上帝，毋是只有献因的囝儿。嘛献工、献金钱啊！总是迄天我去做礼拜时，教会拢伫地下室做礼拜。这椅啊，你算看卖，无到20位，无到20只椅啊，拢是老人啊，人足少，所以毋免去遐尼大间的拜堂做礼拜。迄天做礼拜，无到20人，拢是老人，上少年的是迄个苏琴50几岁啊。迄天我伫地下做礼拜时，我的心实在是足艰苦。我一定咧问一个问题啊：
一间遮尔复兴的教会，今仔日哪会变安尼？这嘛，互我去看这间教会，这间教会嘛真有历史意义。为什么？马街第一摆回国述职要结束的时，会友伫遮办一个暗会，欢送伊。马街伫迄个暗会中间，特别有一个使命，就是为新学院来募款。迄间马街已经看起，就亲像今仔日共款，为着新学院募款。因为马街迄间看起一个意向，就是台湾宣教未来袂当一直靠外国的宣教师，就爱栽培家己台湾人来做宣教的工作。同款的语言、同款的文化，宣教才会成功啊！伫迄暗，马街募到加币6215元，摕这笔钱转来到淡水。你今日来去淡水真理大学，中央有一个校园中间有一个牛津学堂。这个牛津毋是英国的 Oxford， 是你纪念伫加拿大这个牛津郡 Oxford County 所有的信徒奉献，马街摕这笔钱转到台湾伫淡水，这就是台湾新学院的真心啊！今日才有台湾新学院啊！总是这间礼拜堂我去的时，条件摆的堂已经关门，已经真做商业的用途。你去，我翕3张相，龙玉啊，阁会当看到讲过去有人伫遮做礼拜啊。上倒边即个相片内面本来就是咱即个礼拜堂，已经封起来，内面隔做一间一间的办公室伫出租啦。莫想讲教堂袂关门啊，毋通想讲教会复兴是理所当然，无啦。这互我想到，我10年前去苏格兰，苏格兰对台湾长老教会嘛足重要，你知无？马雅各医师就是对苏格兰来。19世纪马雅各医师为什么来台湾？19世纪有一段时间，伫苏格兰的长老教会足复兴啊，所以迄阵派足侪宣教师去国外做宣教师。总是迄摆我去爱丁堡苏格兰，我着惊。这间拜堂有够水，你去的时，迄彩色玻璃有够水，总是右边2张相片足暗，你看袂出来是啥物。拜堂已经真做夜店，伫内面啉酒食饭，听音乐。不只是这间教会，伫迄摆旅程中间，我去别个城市，看到足水足大间的教会，你就近一看。教会你安怎 ？for sale， 无人哪就爱教会，无人哪就爱遮尔水的礼拜堂，只好甲礼拜堂拍卖，互即间建筑物至少还阁有淡薄仔公用嘛。所以各位兄弟姊妹，较水较大间的礼拜堂，若无人，不过是一个空空的建筑物安尔。重要是人。今仔日加拿大教会是啥物款的情况？我甲恁分享。无偌久之前，加拿大一间新学院，长老教会新学院来院长来阮学校演讲，甲阮讲，目前加拿大48%地方教会找无传教者。你讲牧师为啥物？因为牧师退休的速度足紧，总是少年人来读新学院的速度足慢啊。人数若无正正比的时，目前加拿大的教会将近一半无传教者，犹群足可怜。无牧者你牧养偌少，无人教导，无人牧养，无人讲道。不但安尼，这个院长甲人讲，伫加拿大愈来愈多新学院，因为读册的人要来献身的人愈来愈少，新学院足歹经营，只好安怎卖学校、卖校园，新学院才会当继续经营落去。各位，我讲到这的是，我心内着惊。我诚做一位新学院的老师，嘛是院长。我看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我嘛会惊。咱若讲接棒，
安尼，即个棒子今仔日来到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咱来看咱台湾基督教会今仔日是安怎？我拄仔讲过，福音来到遮要将近160年，总是信主的人无到5%。去年有2个数字，我甲咱分享。你知影长老教会伫台湾，咱讲是上大的教派，游园寺总是搁较上大。你知影咱长老教会偌侪人无？号称26万。总是真正有伫教会聚会只有10万人。换句话讲，咱若做幸福小组之外，互恁一个意向，有一半的信徒今仔日乱说，毋知去倒位，都爱甲因找转来啦。细汉伫教会中大，总是即马已经离开教会，将近一半以上。不但安尼。我家己所属的台北中会，我毋知台南中会是怎样哦。教势愈来愈退步，这个数字，互你会惊。伫短无到10年的中间，台北中会信徒减将近3000人。今仔日若去长老教会踅一年，我有机会去无共款的长老教会去服侍讲道，我看到是啥物？恁教会是足特殊吼，佫会看到社青。若无足侪长老教会，即马拢是老人。不但安尼，优秀的青年人毋愿献身呐。你知我就细汉伫长老教会长大，我细汉的时拢听到老一辈安怎讲，家族上优秀的都爱献身互上帝，敢毋是？总是你今仔日伫长老教会，即种遮尔水的信仰传统已经无啊。我请问，若是你的查某囝、你的囝、你的孙查某孙讲，阿公，我要来读神学院，爸爸，我要来读神学院，你会感觉这是一阳光的呼召吗？或者是你讲做牧师无出头，去做医生、做律师，去开公司赚大钱？这是咱今仔教会今仔日已经无这种的信仰传统。会惊袂？会啊！今仔日的教会就是明仔载神学院。你有认同这句话无？因为阮的学生对倒位来？对地方教会来。地方教会若用神学院会用，地方教会若真软正真弱，神学院哪会强呐？所以今仔日咱长老教会伫台湾面对的挑战是啥物？要收的庄稼是足侪，总是做工的人少。我最后给恁一个数字，你敢知？未来10年，包括牧师嘛要退休。你知长老教会未来10年有偌侪牧师要退休无？这个是团福会2019年的数字，即马已经2023年，加起来这个数字，互咱足着惊，430位啊！请问，未来10年，长老教会有430位的牧者要退休，表示讲即马每一年至少要有43位愿意献身做传教者。你讲错无师？10万人信徒43位，遮困难吗？我会当甲你讲，3间长老教会神学院即马献身的人数，愈来愈比这个数字较少，加起来无到50位啦。我嘛足惊有一天，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敢会甲加拿大长老教会同款，地方教会找无传教者，羊群无人牧养啊。所以这榜我用一个问号哈 ，The story keep going。各位兄弟姊妹，唔管咱愿意无愿意，今仔日这个棒子已经伫你甲我的手中。咱讲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今仔日咱会当坐伫遮，是因为过去才信仰前辈，陪是一个附带嘅。今仔日咱才会当伫遮。安尼今仔日这个棒子伫咱的手中的时，咱嘛爱种树，咱的后一代，才有人会当乘凉，敢毋是？我想你细汉啊，他走大队接力，你上惊的是啥？惊啥物？2种情况。第一种就是要接棒的是安怎？这个棒子落落去，
佫捡起来是已经一段时间啊。第二是安怎？你一直走，结果安怎？无人来接啦。我上惊就是安尼，老的一直走到拢已经总是少年的后壁无人来接，这就是今仔日咱长老教会的情况啊。台湾神学院的使命是啥物？就需要兄弟姊妹支持。台湾神学院立案了后，总是咱是私校，无得到啥物政府的补助，一年补助无到50万，你就好想象，一年的经费7000万的中间85%拢是靠地方教会来奉献啊。神学院要维持落去是足困难。即卖阮有将近150位的学生，16位的专任的老师，30位的职员，这个拢是愿意付代价，伫即个时代，甘愿做工人，来行一条真无简单的路。阮的使命是啥物？今仔日的神学院就是明仔载教会。若是神学院，所有的兄弟姊妹，恁的主题嘛要来，通过真好的栽培甲培养。真做上帝所欢喜的工人，去到教会时，你不要小看哦，一个传教者所影响的就是一间教会，有重要无？有哦。传教者若好，教会就会强；传教者若无好，有时带来教会足大的损害，敢毋是嘛？今仔日的神学院就是明仔载教会，马街。伊讲信用毋通空嘴无知啦，信用都爱有行动。最后，各位兄弟姊妹，你敢有确信上帝拯救你、拯救我？今仔日坐伫遮，咱的性命毋是偶然的。咱每一个人性命的故事，拢是上帝靠较大的故事拯救人类故事的一部分。今仔日无论你是几岁，毋管你是做啥物，毋管你是男嘛女。毋是只有传教者才有呼召，每一个信徒拢爱来想讲，我的人生要怎样伫有限的人生的中间，用我的性命来回应上帝对我的召命。咱每一个人拢有这个机会，会当伫咱的人生的中间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召命。有可能是伫你的工作，伫你的家庭，伫你的教会。会当真做上帝的一个真重要的器具啊！是要参与伫上帝国，的确都爱背日价，的确都爱受苦。各位，我讲一解，伫这个时代，要参与伫上帝国的事工，咱的确都爱举十字架，咱都爱受苦，因为对的是足知影，教会若要起来做工。属灵的真正是更较大的。今仔日长老教会上需要的是啥物？长老教会是上最资源、人才上最的教会，总是用我安尼讲，今仔日咱上需要毋是足有温数的人、足有钱的人，毋是有钱人足多，有温数的人足多。今仔日长老教会上需要的是愿意甘愿做工人，愿意伫即个时代。行一条真歹行的路，愿意举十字架、付出代价的基督徒。用我讲一解，今仔日长老教会上需要的，毋是足有温数的人，是愿意举十字架、付出代价的信徒。我最后要来分享马街。1895年，马街第2摆回国述职，准备要返来台湾。请问1895年，互你想到啥物？甲午战争。马街返去回国述职，无拍算，战争来发生啊！若是你，请问你要返来台湾无？马街迄阵3个囡仔甲某无孙娘，拢甲伊返去加拿大。囡仔几岁？13岁、15岁、16岁，拢是青少年。请问，若是你？你要返来台湾无？甲午战争了，台湾挂互日本，咱真做日本的殖民地。你知马街毅然决然讲要带伊的全家口返来台湾，为什么？因为马街知
伫殖民地的台湾人是足需要福音嘛？换句话讲，马偕是带因全家口啊，用因的性命继续伫写使徒行传的故事。听台湾人甲安尼啊，马偕写回忆录写到最后，用一个祈祷来结束。马偕为什么伫今年写回忆录？毋是要为家己留名，毋是，是伊加拿大牧师同工足惊讲马偕你即摆转去，若万一拄着啥物危险，你伫台湾所做无人知，所以逼伊鼓励伊讲，紧写你的回忆录，是即款的情况才伫写回忆录啊。回忆录写到最后是一个祈祷。我嘛用这个祈祷来请做今仔日讲道例外的祈祷。马偕安尼讲，福尔摩沙是根据上帝的旨意所建立的地方，就如同猎户星座或金牛星座一般，而上帝的旨意将会很快实现，时刻不断地开展。希望我们再度向永远遥远的福尔摩沙出发时，能在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上更往前推进。我们不害怕，我们信赖永恒的上帝啊！希望耶稣我们的拯救者，让我们以及他的所有教会都能够真诚忠实，直到主的再来。希望我们能生活在胜利的光芒里，使世界的国度成为上帝的国度。这个岛屿等待上帝的律法来统治，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同声说：阿们。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好，我带来一个影片吼，这是这摆。